人世間所有的晚景安樂，從來唔係運氣換回來，亦都唔係仔女俾出來，而是自己一步一行，逐年逐月積落來的底氣。好多人以為退休之後年過半百，人生就只餘下養生度日，坐等安享，日子好壞全憑天命，全靠兒女。但我觀察身邊無數長者的晚年境遇，看透一個最真實亦最殘酷的人情真相。同樣係退休生活，有人日日舒心自在，心無掛慮，笑口常開；有人卻終日忐忑不安，看人面色，處處拘謹，甚至老來惶恐，時時擔憂。兩者最大的差距，從來唔係命運厚薄，家境貧富，亦唔係仔女孝與不孝，而係晚年手裏有冇死死守住兩樣最珍貴、最靠得住的底氣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衝，可以闖，可以輸，可以捱，一身骨氣，滿腔熱血，就算跌跌撞撞，都有體力、有時間、有機會從頭再來。但係人到晚年，步入退休，人生嘅退路愈來愈少，容許犯錯的空間愈來愈細。呢個階段最愚蠢嘅心態就係將自己的晚年幸福全數寄託喺他人身上，寄望仔女體諒，寄望親情長久，寄望人情不變。殊不知世間最易變嘅就係人心，最難控嘅就係人情。任何人都只係你生命的過客，唯獨自己手裏的底氣，先係陪伴你走完餘生，護你一世安穩的靠山。好多長者臨老先至醒悟，一生勞碌，為家為兒女付出大半輩子，到頭來卻活得束手束腳，毫無自在。究其根本，就係年輕時不懂積攢底氣，年老時不懂守住底線。晚年真正的從容，從唔係與世無爭、消極躺平，亦唔係衣食無憂就足夠，而是手有底牌、心有骨氣，不依附、不懼窮、不看人面色、不憂人走茶涼。今日我就直白講透，老年人想要活得安樂自在、晚景無憂，一生最緊要、最不能失手的兩樣核心底氣，看透呢兩點，先算真正活明白晚年人生。第一樣底氣係手有積蓄、財務自主，晚年唔好將人生掌控權拱手讓人。坊間好多人中意講錢唔係萬能，晚年最緊要開心健康。呢句說話聽起身通透豁達，其實只講咗一半真相。健康固然珍貴，開心固然重要，但手頭無錢，財務受制於人，再樂觀的心性，再強健的體魄，都過唔上真正從容的日子。金錢從來唔係老年人的貪念，而係晚年最穩陣的尊嚴，最踏實的保障。年輕時錢係用來打拼生活，撐起家庭；年老時錢係用來守住體面，留住自由，免除惶恐。我見過太多為家庭奉獻一生的長輩，一世節儉捱苦，為仔女置業，為後輩還債，為家庭付出所有，將畢生積蓄全數傾囊而出，自己手頭空空，毫無積餘，以為犧牲換來的係兒女感恩晚年安穩。但現實往往最為骨感，當一個老人家失去收入來源，手頭毫無積蓄，生活開支、醫療費用、日常使費全部要仰仗他人伸手索取，無論對方係自己親生仔女、親人、伴侶，日子都會變得被動拘謹，開口求人就會矮三分，手無餘錢就會怯三分，遇事只能忍讓，凡事只能遷就。明明自己有理，都不敢隨意爭辯；明明心中有不滿，都只可以默默忍受。好多長者晚年活得委屈，活得拘束，唔係仔女不孝順，亦唔係家人不體諒，而係自己失去咗財務自主的底氣。你手頭有儲蓄，有退休金，有獨立可支配的資金，你先可以有選擇權。身體不適可以隨意睇醫生，好療養，想消遣度日
可以出門遊玩，培養興趣；唔想麻煩後輩，可以自主解決生活所有開支。面對家庭瑣事、人情往來，亦都可以挺直腰板，不卑不亢。反之，手無餘錢，身無長物，日日看人面色度日，無論身邊人幾體諒幾孝順，心底都會有難言的卑微與不安。真正通透的長者，晚年從唔會做徹底犧牲的傻事。佢哋明白愛仔女、疼後輩係情分，係本心，但絕對唔係掏空自己、透支晚年的理由。適度幫襯，量力扶持，係家和萬事興，傾盡所有，毫無保留，最後只會令自己晚年無依，前路無底。錢唔需要大富大貴，堆積如山，但一定要手頭鬆動，有備無患，有少許積蓄應急，有穩定收入度日，有獨立支配的空間，先可以唔看人面色，唔憂三餐，唔懼病痛，活得自在，活得硬氣。呢份財務上的自主係所有晚年從容的基礎，亦是老年人最基本、最不能失守的人生底氣。更值得一提的係，守住財務底氣，唔係自私吝嗇、孤寒刻薄，亦唔係不願意為家人付出，而係懂得為自己的餘生留一條後路。人生無常，世事難料，歲月無情，病痛難防。人到晚年，最大的安全感從來唔係來自他人的承諾，而係來自手頭的積蓄。呢筆錢唔一定需要日日使用，但一定要隨時有得用；唔一定需要大富大貴，但一定要足夠兜底，可以應對突發病痛，可以應付日常開支，可以支撐自己獨立生活，唔使依附任何人，麻煩任何人。呢種唔受制於人的自由，先係晚年最高級的享福。第二樣底氣係心有主見，精神自足，唔依附人情，不執念雜事，不困於閒言。如果話金錢底氣可以護住老人家的體面與生活，那麼精神底氣就可以撐起老人家的心態與快樂。好多人晚年活得心累、鬱悶不安，並非手頭拮據、生活困苦，而是精神空虛、心無寄託，將自己所有的情緒、所有的快樂、所有的人生寄託，全數綁喺他人身上。退休之後，好多長者瞬間失去人生節奏，往日日日上班打拼，為生活奔波，日子充實忙碌。一旦退下崗位，遠離職場，就頓感空虛茫然，無所適從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就會不自覺將所有注意力投放喺仔女、家庭、孫輩日常、親戚人情、街坊閒話之上，日日掛心後輩瑣事，時時在意他人評價，事事執念人情得失。別人一句閒話就耿耿於懷，屋企少少風波就輾轉難眠，後輩少少疏忽就心生失落。呢種精神上的依附，正係晚年痛苦、內耗、不安的最大根源。我見過不少家境優渥、衣食無憂的長者，手頭從唔缺錢，卻日日活得煩躁糾結、心事重重。原因好簡單，心無寄託，精神空乏，將人生快樂交由他人掌控，執念於仔女的態度，計較於人情的冷暖，在意於旁人的評論，糾結於瑣碎的得失。別人對自己好就開心幾日，別人稍有疏忽就失落多時，情緒被人牽住走，心境被事困住行，看似安享晚年，實則日日內耗，身心俱疲，從來冇真正屬於自己的輕鬆自在。真正活得從容安樂的長者，都有一個共通特質：精神自足，內心獨立，自有乾坤。人到晚年，最珍貴的智慧就係學會抽身，從後輩的瑣事之中抽身，從無謂的人情糾紛之中抽身，從旁人的閒言評論之中抽身，從過往的恩怨得失之中抽身，唔再事事過問，唔再樣樣操心，唔再處處執着，
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軌跡，後輩有後輩的日子，旁人有旁人的活法，自己無需要事事參與，樣樣掌控，時時掛心，守住精神底氣。首先要學會斷捨離，斷晒無謂的社交、多餘的應酬、虛假的人情，捨棄過往的執念、舊日的恩怨、無謂的攀比，遠離是非圈子、閒話人群，消耗自己的人與事。晚年最寶貴的唔係名聲、人情、熱鬧，而係清靜自在心安。與其日日慘和是非、八卦閒聊，比較得失，不如靜下心來經營自己的小日子。閒時養花種草、睇書聽曲、散步運動，結交幾個知心老友，有自己的興趣、自己的節奏、自己的歡樂。與此同時，晚年要有自己的主見與心性，唔好隨人左右，唔好聽風是雨，唔好輕易被閒言影響。好多長者年紀越大，愈容易心軟，愈容易迷信閒言，愈容易受人煽動，人云亦云，隨波逐流。別人講幾句閒話就質疑他人，幾句吹捧就心態失衡，幾句是非就心生芥蒂。其實活到退休之年，閱盡世情，看透人心，最該有的就係通透與淡定，分得清是非真假，睇得開人情冷暖，擺得脫瑣碎紛擾，內心自有準則，自有方寸，唔被外界干擾，唔被雜事困擾。精神自足的長者，從來唔怕孤獨，唔怕清靜，反而最懂得享受獨處的時光，明白孤獨先係人生常態，清靜先係晚年福氣。年少時中熱鬧，愛喧嘩，喜熱鬧人氣；年老時愛清靜，喜簡單，求心安自在。不再強求團圓熱鬧，不再執着人人理解，不再計較事事完美。接受人生有遺憾，接受人情有冷暖，接受萬事有得失，心態平和，心境從容，自然日日安樂，事事順遂。我行走世情數十年，終於看透晚年的人生真諦。人生下半場，拼的從來唔係成就，唔係財富規模，唔係兒女風光，而係心態與底氣。手頭有經濟底氣，先可以不受制於人，活得體面自在；心中有精神底氣，先可以不內耗自己，活得舒心安樂。呢兩樣底氣互為表裏，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冇經濟底氣，精神再通透，都難免受制於現實，活得拘謹。冇精神底氣，手頭再富足，都只會終日內耗，活得煩躁。好多人一生顛倒，年輕時拼命賺錢，不懂養心；年老時拼命操心，不懂養身。到頭來，錢積到咗，心卻累壞咗；日子安穩咗，心境卻從未安樂。真正通透的活法，係年輕時努力積賺，財務底氣，為晚年鋪路；年老時用心修煉，精神底氣，為人生留白。唔掏空自己成全他人，唔消耗自己執念雜事，唔卑微自己看人面色。晚年最珍貴的福分，從來唔係大富大貴、兒女滿堂、人人讚頌，而是手有餘錢、心有餘閒、身有餘健。手有底氣，所以不慌不忙；心有乾坤，所以不憂不懼。守住財務自主，唔求人，不卑賤，不惶恐。守住精神自足，不內耗，不執念，不糾結。少一分依附，多一分從容；少一分計較，多一分安樂；少一分執住，多一分通透。人道退休，終於擺脫職場束縛，遠離生活奔波，本該係人生最自在、最舒身的階段。願天下長者都能看透呢個道理，好好守住手頭呢兩樣底氣，不為人情累，不為金錢憂，不為雜事煩，以富足兜底生活，以從容安放心境，活得體面自在，舒心安樂，餘生清靜無憂，福澤綿長。